你係唔係明明好努力揾錢，日日捱到攰到氣咳，但係戶口啲錢就好似漏水咁，點存都存唔到，年頭儲落嘅，到年尾又見底。講真，好多時唔係你能力有問題，唔係你唔夠拼，而係你屋企入面暗中藏咗一啲默默扣你血，日日漏走你財氣嘅舊嘢，你自己都未必留意到。2026年下半年磁場轉變，如果屋企仲擺緊呢幾樣嘢，就等於你自己喺門口開咗個大窿，俾財氣自己走晒出去，你喺度拼死拼活賺次錢，佢喺度靜靜雞漏財，兩邊夾埋，你梗係覺得點都存唔到錢。聽住啦，今日呢條片我會同你逐樣逐樣拆解屋企邊幾個位，邊幾樣嘢就係你破財嘅玄學，講到你即刻想返屋企執嘢。呢個唔係求其講客就算，每一樣我都會同你解釋清楚背後嘅道理，唔講嗰啲得個客字嘅嘢。我哋今日行嘅係居家心理學加傳統風水生活化呢條路。你聽完之後唔單止知道要點做，仲會明白點解要咁做，知其然，仲知其所以然。未講之前，我想同你講句真心話。好多時你以為自己嘅財運差，其實真相係你屋企嘅磁場先出咗事，你人先出咗事。屋企係你每日返嚟休息充電嘅地方，你喺呢度瞓覺、食飯、換衫、諗嘢，你嘅潛意識日日夜夜都受緊呢個環境影響。如果你屋企成日擺住啲破破爛爛、死氣沉沉、堵塞唔通嘅嘢，你嘅心理狀態自然會受影響。你會唔知不覺變得消極猶豫，冇衝勁，做決定嗰陣又縮又慢，機會擺明喺面前都唔敢伸手接。呢個先係你留唔住錢嘅真正根源。如果你都想喺2026下半年趁呢一波金水轉運嘅時機好好翻身，即刻撳低訂閱掣，開埋小鈴鐺。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同你分享最貼地、最實用嘅改運方法，唔講嚇得個吉嘅嘢。訂閱咗，你先唔會錯過任何一個保住自己財富嘅機會。好，而家就同你逐樣講翻。屋企邊幾樣嘢要即刻掉？第一樣要清走嘅嘢就係廚房飯廳入面，你嗰啲有崩口、有裂痕嘅碗碟同埋杯。我知好多人屋企個廚房總會有一兩隻用開順手嘅碗，可能係邊個角度崩咗少少，或者底部有條幼幼嘅裂痕。你彈起嚟一睇，其實都仲用得，冇整齊齊碎開，你就照樣拎嚟盛飯盛湯。老人家嗰輩成日話省得就省，咪咁大驚小怪。呢種節能嘅心態喺以前物資缺乏嘅年代係美德，但講到風水呢一環，我要老實同你講，呢個真係大忌。風水學上面飯碗呢樣嘢唔單止係食飯用具咁簡單，佢直接對應你嘅事業同埋你嘅收入來源。你有幾多個飯源，你有幾多個飯碗，某程度上就代表你有幾多個揾食嘅門路。你每日用緊一個有崩口、有裂痕嘅碗食飯，你嘅潛意識就日日都收緊一個訊息：我嘅事業係有缺陷嘅，我嘅財富係有漏縫嘅。你可能覺得呢啲講法太玄，但你診下心理學嘅角度，一個人成日睇住殘缺嘅嘢，佢嘅安全感同穩定感自然會受動搖。你會唔知不覺變得患得患失，做嘢又唔夠底氣，去到談生意，去到爭取加薪嗰刻，你自己嗰種唔穩陣嘅氣場都會傳俾對方感受到。人哋見你都唔夠信心，又點啊？喂，放心，同你合作放心。
委以重任。杯呢樣嘢，同樣道理，有裂痕嘅玻璃杯或者陶瓷杯喺洗手上盛住水、盛住茶嗰陣，你每次攞起嚟飲，視線都會不由自主掃過嗰條裂痕。呢個係一個持續重複、每日發生嘅負面暗示，日積月累，會令你成個人嘅心理狀態越嚟越唔穩定。特別容易喺2026下半年呢種金水轉運，講求把握機會嘅時期變得猶豫不決，好嘅機會擺喺你面前，你都唔夠膽即刻捉實佢，重有鏡鏡。呢樣嘢我特別要重點講，屋企有裂咗爆咗一角嘅鏡，千祈唔好留低，喺風水入面代表反照，佢反映緊你屋企嘅磁場同埋你自己嘅精神面貌。一塊破裂嘅鏡子喺磁場上會將本身應該完整平順嘅氣場折射到支離破碎。你每日對住呢面鏡，等於每日將你自己嘅氣場都搞到碎晒。喺2026年嘅下半年，呢種好破碎嘅磁場好容易令你同人有口舌是非，一啲原本可以講得清嘅誤會，去到你嗰度就會越搞越僵，甚至演變成官非授粉，暗中破財。你都未必知道問題出喺邊度，仲以為係自己人緣差時運低。我建議你今日睇完呢條片，即刻去廚房、去洗手間、去客廳，逐個檢查你屋企嘅碗碟、杯子同鏡子，凡係有崩口、有裂痕、有爆角嘅，唔理你用得幾順手幾捨得，統統掉晒。佢唔使覺得浪費，一隻碗幾多錢，同你成年嘅財運比較，邊樣重要？你自己心入面有數。掉咗之後，去買翻一套全新完整冇瑕疵嘅餐具，用翻一塊完整嘅鏡，你會發覺成個廚房、成間屋嘅感覺都會唔一樣，你自己個心都會實淨翻晒。睇到呢度，我想問你一句，你屋企個廚房係咪都留緊呢啲破財碗？你自己而家襯一襯，係咪都有一兩隻明明有裂痕，但你一直捨唔得掉嘅碗碟？喺留言區同我講低你嘅情況，寫低我屋企都有，定係我已經 check 過冇問題？等我睇下有幾多人同你一樣，識做嘅人已經開始執緊啦。好，講完飯碗頸杯呢一樣，我哋講第二樣好多人都會忽略，但同樣殺傷力極大嘅嘢，枯黃死亡嘅植物同埋屋企積聚嘅臭水、死水，好多人中意喺屋企擺啲花花草草，一嚟靚，二嚟聽講可以招財旺宅，客廳擺盆發財樹，房間擺盆綠蘿，陽台種幾盆花，睇落成間屋都生氣勃勃。呢個出發點冇錯，植物本身喺風水學上確實係用嚟帶動生氣，生氣越旺，屋企嘅整體磁場越好，人住喺入面都會越精神越有活力。但問題就出喺好多人買咗植物返嚟之後，一忙起上嚟，返工加班、出街應酬，就開始唔記得淋水，唔記得剪去枯敵，一日拖一日。啲植物慢慢由翠綠變黃，由黃變辣，最後直情乾枯埋，壁都跌晒落地。你就係咁擺住喺度，唔捨得掉，又冇心機打理，就咁一路擺到你自己都唔記得佢曾經係盆靚植物。我要同你講清楚，植物一旦死亡發出，佢產生嘅就唔再係生氣，而係一股極重嘅衰氣同死氣。你診下，一盆本身應該生生不息嘅植物變到枯萎死亡，呢個過程本身就係一種能量嘅衰敗。你成日擺喺屋企，日日睇住佢，你嘅潛意識會不斷接收衰敗枯竭，冇生機。
呢啲信息時間長咗，你自己嘅精神狀態都會受呢股死氣拖累，做起嘢上嚟唔夠幹勁，成個人有氣冇力，運勢自然跟住往下沉。仲有更加要留意嘅就係屋企嗰啲死水，好多人屋企會有花瓶插住花，有魚缸有加濕器嘅水盆，或者純粹係廚房、洗手間某個角落，成日有滴漏積埋一灘水，你又冇時間即刻抹乾，日子耐咗啲水開始變色、變毒，甚至發臭。2026年下半年成體氣場偏向濕滯，你屋企啲死水就會將呢種濕滯進一步放大。喺科學嘅角度講，長期唔換嘅積水、發臭嘅毒水，好容易滋生細菌同赤菌。你每日喺屋企呼吸緊呢啲空氣，特別抵抗力較弱嘅小朋友同老人家，好容易出現呼吸道敏感、成日咳嗽、精神狀態萎靡呢啲情況。水本身係代表財，但流動乾淨嘅水先係財。一潭發臭嘅死水，代表嘅就係死財。即係你嘅賒金流動會停滯不前，有入冇出，定係有出冇入。總之錢喺你手度周轉唔到，甚至有去無回。你辛辛苦苦揾翻嚟嘅錢，好似倒咗落一個無底深潭咁，你自己都唔知去咗邊。我建議你今日睇完呢條片，即刻行一圈屋企，睇下陽台、客廳、房間係咪都有啲已經枯黃乾死嘅盆栽？有嘅話唔好再心軟，即刻清走。如果係你有感情嘅植物，你可以揀留低盆，但泥同枯咗嘅妖一定要清理乾淨，換上新泥，重新種翻啲生命力強嘅品種。如果係你都唔記得買嚟做乜嘅雜盆，直接掉晒佢，唔使猶豫。花瓶入面嘅水最好每2、3日就換一次，唔好等到啲水發黃發臭先至記得換。魚缸都要定時清理，唔好淨係餵魚唔換水。留言區話我知，你屋企陽台或者客廳係咪都擺緊一啲？你成日話得閒先淋水，但其實已經好耐冇打理養唔生嘅植物，因為工作太忙，成個星期都唔記得換水，等到你發現嗰陣已經發晒臭。喺留言區寫低你嘅情況，話俾我知你屋企而家嘅狀態，會親自留意大家嘅留言，幫你哋諗下有咩低成本，又唔使成日掛住打理嘅綠植，可以幫屋企聚財，而唔會反效果。講完飯桌鏡杯，講完枯萎植物同死水，我哋而家講第3樣，亦都係好多人成日忽略，但殺傷力可能係3樣入面最大嘅一樣。玄關位堆積嘅舊鞋、破鞋，同埋屋企停擺壞咗嘅鐘錶，你診下，你每日返到屋企，第一眼第一步踏入去嘅位置，係咪就係玄關？你返工返到攰到格，一開門，鞋櫃周圍成地都係鞋，有你啜開嘅波鞋、涼鞋，有你老公老婆嘅返工鞋，有小朋友嘅波鞋、校鞋，仲有幾對你都唔記得幾時買嘅鞋底，已經穿窿、鞋面甩晒色嘅舊鞋，成排成排咁擺喺度，甚至阻到你行過都要側身。玄關呢個位置喺風水入面有個好重要嘅稱呼，叫做氣口。你可以將佢理解做成間屋嘅呼吸道。人要靠氣管、靠鼻腔呼吸新鮮空氣先可以健康。一間屋一樣，好嘅磁場、好嘅財氣都係經由玄關呢個氣口流入屋企嘅。你診下財神爺同好嘅磁場想入你屋企，第一眼見到嘅係一堆有異味、有塵，甚至已經變形變色嘅破鞋爛鞋。你話佢仲入唔入嚟？呢種阻礙氣流嘅雜物會直接將本來想入嚟嘅財氣
硬生生擋喺門外。你喺出面幾努力揾錢，抬氣想入你屋企都入唔到，你話幾冤枉？穿窿嘅鞋特別要留意鞋底穿窿。喺風水上有個講法叫漏財腳。你着住一對底部有窿嘅鞋，周圍行就好似你行每一步財氣都喺你腳底漏晒出嚟，咁你自己都唔為意，但就係咁一路漏一路漏。我建議你而家即刻去玄關逐對鞋 check 一次，凡係穿窿甩色變形，你已經成半年冇着過嘅，嗰段捨離，唔好諗住留翻將來去旅行着。你心入面都知道嗰啲鞋你係唔會再着嘅，留喺度只會阻你聚財。仲有一樣，好多人屋企會擺個掛鐘或者個座台鐘，可能係屋企裝修嗰陣揀嘅，或者親戚朋友送嘅擺設，用咗好多年，電池冇電，時針停咗喺某一個位置，你又懶得去換電池，就咁擺喺牆度，日日睇住嗰個唔屈嘅時間。呢個真係致命鐘表。呢樣嘢代表嘅係時間，代表嘅係動態，喺風水入面象徵住轉運同時來運轉。你屋企有個屈緊嘅鐘，代表你嘅運勢係流動緊、前進緊嘅。但一個停咗唔屈嘅鐘，喺心理暗示層面，直接就代表緊你嘅運勢停滯不前。你日日返屋企，眼角掃過嗰個停咗嘅鐘，你嘅潛意識就不斷接收時間停晒，我原地踏步。呢個信息你自己都未必發覺，但你嘅衝勁、你嘅積極性就係咁一日一日被侵晒緊。2026年下半年正正就係一個講求把握時機、講求轉運嘅關鍵時期。你屋企如果仲有一個停擺嘅鐘掛喺度，等於你自己攬住自己嘅運勢，唔俾佢失。我建議你即刻檢查屋企所有嘅鐘表，可以換電池嘅，即刻去換翻粒新電池，等佢重新行翻。如果個鐘已經壞到唔可以整，唔可以換電池，或者你都唔記得買咗幾多年，千祈唔好再留戀，直接掉咗佢，換一個全新行得準確嘅鐘，翻嚟掛喺當眼位置。等你日日翻到屋企，見到嘅係一個生生不息、不斷向前行緊嘅時鐘，而唔係一個代表停滯嘅死物。講到呢度，我想再問你一次，你屋企玄關係咪都有幾對成年都冇着過，甚至已經穿窿嘅舊鞋？屋企有冇一個你其實都唔記得幾時開始停咗嘅鐘？喺留言區留返低。你屋企中咗以上邊一樣？係碗碟、鏡杯，定係植物死水，定係玄關舊鞋壞鐘？如果三樣你屋企都有，都唔使驚，而家開始清理都未算遲。2026下半年金水轉運，你而家屈手執屋企，仲嚟得切趕上呢一波。我知講到呢度，可能有啲朋友會問，係咪淨係清走呢啲嘢就夠？我老實同你講，清理雜物只係第一步，可以幫你打通條路，等財氣、旺氣可以順利入到你屋企。之後你自己揾錢，把握機會，嗰啲功夫都要靠你自己去做。風水從來都唔係叫你坐喺度等錢自己飛入嚟，佢係幫你將本身可能有嘅阻礙搬走，等你行嘅路平坦啲、順暢啲。你自己嘅努力先係真正令你發達嘅根本。但你諗下，如果你自己已經好努力，成日捱夜捱到瞓少幾個鐘，都要做多份工，但屋企成日暗中扣緊你財氣，你話幾唔抵？所以呢啲執屋執磁場嘅嘢真係唔好彈。做咗起碼你俾自己一個公平嘅機會。我做呢一行咁多年，見過好多真實個案，有啲人本身工作能力唔差，
為人都幾努力，但就係成日覺得自己唔夠運，錢周轉唔到，屋企成日爭少少就成功，去到最後一步就出叉子。我幫佢哋睇屋，好多時都會發現佢哋屋企或多或少都有今日講嘅呢幾樣嘢：破碗爛鏡、死植物臭水、舊鞋壞鐘。你話係咪咁啱？呢個唔係我要嚇你，而係呢啲細節真係會喺唔知不覺間影響緊你嘅心理狀態同埋你嘅決策能力。一個人成日活喺一個充滿破損、停滯、衰敗信息嘅環境入面，你嘅思維同判斷力好難唔受影響。所以我今日先咁苦口婆心，逐樣逐樣同你拆解，唔係求其講下呢個唔好擺就算，而係要你明白背後嘅道理。你明白咗，你先會真心認同、真心去做，而唔係做完就算過幾日又打回原形。2026年下半年呢，金水進局本身就係一個好講求順勢而為嘅時期。你屋企嘅磁場調理好，你自己嘅心態同狀態調理好，先可以真正接得住呢一波旺氣。你診下一個成日心浮氣躁、缺乏安全感嘅人，同一個心境平和、狀態穩定嘅人，喺面對同一個機會嗰陣，邊個會捉得穩啲？梗係後者。呢個先係屋企風水真正影響你嘅原理。唔係話有個先人喺度施法幫你變錢出嚟，而係佢實實在在幫你調理緊你嘅生活環境同心理狀態，等你自己有更好嘅條件去把握屬於你嘅機會。今日呢條片講咗3樣你屋企一定要即刻清走嘅嘢：破碗爛鏡裂杯、枯萎死植物同積聚死水玄關、舊鞋破鞋同停擺壞鐘。呢3樣嘢每一樣背後都有實實在在嘅道理，唔係求其嚇你。你今日睇完唔使諗，即刻起身行一圈。你屋企逐樣 check， 見到就掉，見到就執，唔好等聽日，唔好話得閒先。你嘅財運真係等唔到你得閒先。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講到你入心，講到你即刻想返屋企執嘢，麻煩你順手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成日喊窮或者最近工作事事不順嘅朋友，幫佢哋一齊清走屋企啲破財雜物。你呢個舉手之勞，隨時幫緊你嘅朋友慳返一大筆，助人者自助。你分享出去嘅同時，都係為自己積多一分福氣。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即刻撳低訂閱掣，開埋小鈴鐺。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同大家分享最貼地、最實用嘅居家風水同運勢解釋，唔講嗰啲得個吉嘅嘢，字字句句都係想幫到你屋企人。喺留言區留低2026財源廣進呢6個字，為自己同屋企人一齊鎖住下半年嘅財氣同福氣。祝福睇緊呢條片嘅你，今日返到屋企執完呢幾樣嘢之後，成間屋嘅氣場都煥然一新。下半年財源廣進，豬籠入水，唐家平安。我哋下次再見。